位大半买葱头整了，我就会老给切到幼幼，像按钮，像3条我没空用，老给按你切到幼幼，玉米笋就老给对半切。3条听听要做配色用的，不手3条就做得嘞。泡泡的猪肉片像是火锅煮火锅用的猪肉片，做一类偏香的动作，偏香是用米包炉来做，故说也下就来呢奶油，老给冰到也做得米包的温度，还个是酸呢，酸呢老给冰落去，撒下来是葱头，不香的全部老给冰落去就错嘞，还个是呀。胡椒味不用一些嘞，还有一些嘞橄榄油，按呢，俺就做得冰到米包炉，米包一下就做得偏香了，用大火2分钟，老给洗好以后就做得老给拿出呀天锅嘅内锅，老米全部冰落去。洗好嘅米，用一些些人呢。好，按样差唔多就到刻度2诶。接下来就拿其他嘅东西加落去，像係呀猪肉冰落去。好，拿去搅搅啊，老起司冰落去。呀，нов味度买呀薄荷嘅毛豆就做得老去冰落去。用。再个一滴滴嘞，冰好盐以后，再个拿去搅搅啊，搅搅以后，你就会去米包炉了，把它偏香好的东西拿出来，一下就来拿去冰落去。好，冰落去各位搅搅啊，哇，要真紧动香，像按钮，拿去冰落去，拿去一粒。冰下去，好，一下就做得老呀！一粒头毛豆饭冰到天锅嘅底度了，再捞一杯水，冰到天锅嘅外锅，一粒头毛豆饭捞起冰落去，等下就试爱啦。天锅嘅捞起，甜的还个轻一下，打开，故手感觉起来就冻好水，给个捞起拿出来哦。接下来就做得捞。头毛豆切开，好切开，哇！让头毛豆的水全部都流出来。搞完以后啊，就做得结结老去装到盘内，都好，等下我就做得吃饭了。好，再个老去用一下玉米笋手去煸香一下。哇，看起来冻好深嘅，对唔对到？我去食饭了。